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今日是12月11号，离明年1月11号大选的就剩上尾1个月哦。三大政府总统候选人呢，拢爱减少来失分，积极来抢选民的这支持。不过呢，就伫顶个月哦，这个韩国瑜发民调，唯一支持蔡英文，要民调来无准哦，到底会产生什么款的这个效应呢？这条人讲哦，亲像看牌小很共款啦吼。只下敢会当归队，还是讲呢对无表态这个选民是毋是这个西瓜画大饼这个效应产生哦？民调看赢就招赢，民调较输的就招输去。民调这个部分，今日咱节目拢会好好来做观察。另外一个观察的点呢，就是讲哦，总统这选举论证讲起来，真正是会影响到咱立委的这个选情。但是最近立委这个表现，互人引发到真侪这讨论哦。今日先带大家来看去年这个外交公案这个死亡呢，到最近外交部头前国会哦，民意代表这个表现安怎会影响到这个选举哦？咱就看到去年外交公案这个死亡是去年哦，这个影风台来的时阵哦，几啊千名这旅客受困啦吼，伫咧这个关西机场啊，中国网称，迄当阵就发布假消息，讲中国已经派这个巴士哦帮站接送这个台湾人。那节目顶、网络头顶拢侪来发这个讨论啦吼，嘛伫讲这台湾的大阪这办事处办事不力。迄当时咧，杨惠如这个网军哦，就发布澄清这个假消息，但是有这个批评啦吼，嘛侮辱公署尾啊，检察官嘛来做起诉。迄当阵呢，这个驻日代表处哦，甲这个大阪这个办事处，拢有这个批评的这个声音嘛。但是咱优秀这外交官苏启成哦，嘛选择结束伊家己的性命来明志。最近咱嘛讲到这个检察官已经起诉到杨惠如侮辱公署，咱有看到国民党立委咧先伫日本代表处来抗议，见无谢中庭咧，顶礼拜五来到外交部抗议后，推测之中的立委陈玉珍手强夹着来到病院嘛，引发到占用病床这讨论。另外咧，立委陈怡明是背着这查某警察的这个帽啊吼，等等这作为嘛受到质疑。咱今日就要好好来讨论这件代志哦。这个外交部对这件代志吼嘛提告啦吼，咱今日就带大家先做回来看。因为国民党团总调陈明忠号召路过行政院前，向行政长苏贞昌抗议，民进党全面切割卡神杨惠如，要求苏贞昌出来讲清楚。陈明忠张显耀等5人代表加入行政院，向副秘书长何佩珊到电政署提出3点诉求，要求将电政署转移交予苏贞昌。苏贞昌看到电政署后3天内对全民水平如何处理这案件，时限就伫本礼拜5下班进行，过程是真和平。用氧气哦，现在要送到台大急诊哦。不过，针对切了南亚平台伫外交部发生冲突，外交部70大动作召开记者会，要告南亚立委甲市员等人。外交部基于维护法治以及捍卫我们同仁的权益、我们同仁的尊严这样的一个立场，我们决定正式的向警政机关提出告发。对于执行公务者，对于在基层的员警，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有任何违法，我们支持依法追诉。苏贞昌支持外交部提告，暗告南亚市员李明贤主动向中情1分局到安水平，南亚各收集证据，要提告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推挤当中，让我们的陈义珍立法委员受伤，这是完全是吴钊燮部长下令，所以我们会到地检署去告发吴钊燮下令伤害、协助伤害。陈明忠认为外交部提告南亚民代是为了转移杨惠如网军案件的焦点，张显耀中心确实行政3项诉求做袂到，国民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邀请乡亲好朋友做伙来关心2020大选哦，上尾1个月这个大车拼。节目顶咱邀请到4位来宾做伙来对话，第一位咱邀请到国民党新北市党部副主委陈伟杰。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2位咱邀请到民党发言人戴伟山。主持人好，大家晚安。第3位咱邀请到台大政治系副教授彭锦平。主持人好，大家晚安。第4位咱邀请到电台主持人陈在玲。各位台湾主人，大家晚安，大家好。
是哦，首先咱真正要来关心着这个选情啦吼，剩上尾这个一个月日啦吼，咱就看讲哦，最近咱伫外交部头前引发着侪讨论，甲这个大病院吼占用这个病床这个讨论，大家就讲啥一个外交官的这个死亡啊，引发着遮尔大这个讨论吼。起先嘛是咧杨惠如吼去用判讲侮辱公使啦吼，啊，即阵这件代志是检察官起诉尔，但是咱看到咱国民党占有真侪这个动作啦吼，咱先来回应讲吼。亲像顶礼拜五才这个部分啦吼，立委到这个外交部头前，这个动作是为着要抗议，但是尾啊引发到这个侪风波，咱安怎国民党安怎去甲回应咧？其实我感觉这件代志吼真简单，就是讲咱面对咱这个吼，咱的外交官因为咱这个卡神吼伫网络安尼带风向，甲咱这个优秀的外交官吼害伊来这个来自杀。所以讲，国民党阮遮当然因为想讲要互咱要求咱的外交部，互咱民众，互咱社会大众一个说明嘛，真简单嘛，因为自起诉到单，伊拢无一个正式的说明嘛，另个是讲这个进入这个司法的迄个调查当中，不便对外说明，所以讲阮遮的这个立法委员来到这个外交部。来要求外交部正式对我说明讲，这个代志是咩啦？后壁要来处理，唔管对咱的这个遗族，还是讲对咱的社会大众，要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嘛好，正式的说明嘛好。重点就是要把这个代志查好清楚嘛，因为这大家拢都感觉就疑惑的嘛，到底这个代志安怎发生的？当然，迄当阵我咧想。咱的立法委员本来是咧监督咱这个所谓咱中央的各部会，伊若要去甲拜访，其实拢已经有甲因的这个联络人，拢有做一个记者的，拢有甲伊记者嘛希望讲因甲咱甲迄个外交部部长讲，我们来甲拜访，要来定情了解讲这个代志，咱外交部要安来做处理，对咱的社会大众有一个明确的这个交代。其实我感觉这个代志真简单就安尼，要毋过咱看到是咱的外交部派到这一个警察来遮这个要互咱的这个国会议员入去来这个做一个定情。当然这中间当中，大家都一直讲这是伫选举伫作秀啦啥等等的，要毋过我你讲，身为你一个国会议员，你本来就有这个权责，会当来去外交部做这个要求，这是真正常的代志嘛。你若讲，袂使，你这个联络人，你当中会当讲歹势，阮无爱见你，嘛是一种嘛。你毋讲这个各部会面对着咱的国会议员的监督，本来就会当互咱来去来去做一个了解。因照以前过去的这个做法，伊嘛爱派人出来接待嘛。要毋过咱看到是啥？警察一堆围起来，无互咱入去。当然，这当中有一寡死角差。当然有一寡遗憾。但毋过我感觉这毋是代志的重点。其实咱真简单，咱这个培养一个外交官，需要开咱国家足侪资源，安尼甲培养起来。即马为着这个卡神伫网络用这个带风向的代志，互伊来自杀身亡所以讲，阮希望会当互社会大众知影讲，咱这几年中间，到底民进党政府用偌济这种网络的手段。来害咱的，不管是咱的事务官，还是咱的政务官，还是咱选举当中，你看连这个赖清德家己伫初选嘛讲这个网络有甲去破坏掉，所以讲，我嘛希望讲会当借这个机会，知影讲到底这个代志真正的原因是啥物？简单，这是诉求尔，毋知讲后壁演变做安尼，即马佫对咱的这个立法委员遮的民意代表提出告诉，其实我咧想咱台湾的这个民主遮侪重大家拢感觉真可贵。要毋过看到节目时，大家拢感觉心内真痛苦。为什么咱一个台湾的民主，遮久的时间，真无简单，才行到这个地步。既然为着要保护咱的社中人先生，咱的社代表，为要来保护这个卡神，无爱互阮一个正式的说明，所以讲才会引发着后壁遮的。等等的代志，所以我讲其实真简单啦。我感觉咱这个外交部，咱民进党政府紧甲这个代志的内容讲互社会大众知影，
这就安尼就好啊嘛。不过大家嘛真要义啦，安怎讲呢？就是讲过去哦，咱咧讲这个奥萨卡事件这个部分吼，大家知影这个消息是为中国一个网情开始的啦吼，啊，这个假消息传到台湾吼，政论节目咧讨论，网络顶咧加滚，等等这些问题。敢若讲是，杨慧如是直接来杀死咱的这个外交官吗？当然，伊的这个轻心，咱嘛是感觉真不幸。但是到尾讲，敢是杨慧如这个网军，都遐度影响到这个外交官的死亡。咱继续先来请咱的伟山。其实哦，这个代志就是一个比较啦，就是讲，迄个时阵，这外交官是因为受到真大的压力，就是讲这中国的这假新闻入来到台湾的这个。新闻的这个电视台，就直直讲，台湾哪会拢无派这巴士去咧迄个机场，去甲人，就是讲甲咱的民众载倒转来。迄个时阵就淹大水嘛，风台嘛，无法度。但是其实这中国嘛无人，嘛无派人去到机场，所以这就是一个假新闻。但是这互这咱的外交部咱的外交官感觉讲真大的压力，所以伊就去自杀。这真正是一个足互人伤心的代志，阮拢无愿意看到。但是这就是一个假的新闻。伫咧台湾有差不多3万的这中国的网军伫咧咱台湾，每一天拢创足侪个这假新闻。所以咱即马民进党就直接咧用一寡法案，就是讲希望讲咱会使去防堵遮的毋是属实的遮个新闻。所以这就是咱要努力的所在。是。嘛是讲这杨慧如，其实伊就是一个生理人嘛，大家拢知影。其实这杨慧如，伊就是一个生理人嘛，所以伊就是啥物人，伊拢会去熟悉，就是要想要去做生理。这郭文哲之前嘛有讲过，讲杨慧如就是一个选举蟑螂，伊的意思就是讲伊就四界去烂嘛，四界去创。所以讲，这个人，你大概要讲，这就是甲民进党是做伙，我嘛感觉讲这毋是事实啦。只是讲，足侪人拢有家己熟悉，可能拢嘛有家己帮忙过。但是讲这毋通讲，这一定是民进党的代志啦。这边这国民党就去外交部去抗议嘛。抗议了后，看起来就嘛是一种作秀啦。你嘛看到是黄昭顺抓到这陈玉珍的手，去互迄个门去压起来，互伊受伤了后。送去这台大的这急诊部，迄是全台湾上无用的一个急诊室啦。想讲有遮尔侪民众，拢无被床，嘛拢无所在通好休困。但是作为一个立委，这敢毋是一种特权？就你去到这病院内底，就是倒咧遐，心电图也没有开，这韩国瑜搁有咱的一寡这国民党的高官就拢去甲伊看，跑去拍照，这是毋是一种作秀做过头？我感觉讲这社会观感这社会的这看法拢是较无好啦。我是感觉讲这国民党是应该是爱检讨啦。咱继续来先讲，看到讲12月初6这天啦吼，就是讲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到这个外交部去抗议，然后所经历这个部分，咱先做回来看吼。到底这个去外交部抗议无炸到任何这真正函哦？活动当中咧，迄当阵这个陈明忠、林德福、甲陈怡明等等这立委哦，甲侪名这个市议员，甲这个有一个去互翕到啦吼，一个基层的这女警去互骂啦吼，迄当阵讲伊这个身份是啥？这个员警哦，已经2、3届甲讲我是保六的啦吼，这个部分。因嘛有去甲说明，但是过2天咧，这个咱看到陈怡明立委讲。这个唔知影，这个女警伊是虾米单位？伊无讲伊的这个身份啦吼。12月初10的时阵，外交部已经做提告啦吼。咱看到伫病院这部分嘛是讲哦，这个陈玉珍立委哦，伊迄当阵去互这个手夹着，侪人伫咧这个病院来开记者会哦，嘛真侪人来批评讲，这个急诊室毋是相关的这个人士应该爱。伫遮即个做秀的即个部分啦吼，12月初7的时阵，台北市长郭文德，伊嘛讲任何即个政治活动吼，会当离病院愈远愈好啦吼。即阵即个国民党的这做法，真正是即个错误的示范啦吼，爱大家来做警戒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教授，就是讲安尼看起来，到底即个政治舞台会当伫即个外交部，还是讲即个病院内底，真正是拢无适合啦吼。咱继续来请教教授。一般来讲吼，是拢无适合啦。你甲外交部，我家己本身吼，捌伫外交部服务过。
啊，我服务的当中拄好装备弹夹。所以我看到讲做吼，一个国家你若讲国家无什么力量的时阵吼，别人拢看袂起啦。啊，随时嘛会平平啦。意思是讲做吼，咱若拢一直完全要靠美国吼，啊，其实人通啊随时拢甲你放杀掉。吼啊，最近的例子拢看会到啦吼，像迄个叙利亚的迄个反抗军，啊，美国就讲甲你撤就甲你撤安尼。啊，外交部是非常神圣的地方啦吼，无应该讲去遐作秀。啊，不过这件代志，咱来讲做伫安尼客观来讲吼。国民党若无来追究这个责任是绝对唔对的啦。是。啊，伊要哪创？啊，就只好跟他示威安尼，啊，走去外交部。不过，咱来看后壁这个代志，就是讲做吼，所谓这个卡神，我是若听到这两字吼，就强要安尼起火就对啦吼。真呀。讲做，而且这是蟑螂。啊，这个蟑螂，咱这个社会拢通容忍。不过，伊后壁一定有特别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啥？咱讲做大陆网军吼，啊，其实咱台湾的上普遍的一个网络战吼，就是叫做 PTT 啦吼。是。啊，这个 PTT 吼 ，PTT 这个网站哦，伊今年7月18日时阵吼，伊甲咱做一个清查的时阵啊，讲网军到底是后壁是啥人？结果呢，清查了吼是蔡英文，G7蔡英文呢是97%啦，吼。啊，G7韩国瑜的吼2.3%啦，啊，G7柯文哲的吼0.3%啦，意思就是甲你讲做吼，咱所有的讲网军来讲吼，拢全民进党的啦。啊，你即马今仔日发生讲做杨惠如的代志，啊，民进党拢一直拢切割，啊，切割有可能无？我看是无可能啦，因为啊讲，咱蔡英文蔡总统讲做伊唔捌杨惠如。你知影讲杨惠如是安怎无？你看这张吼，这张讲杨惠如伊伫讲说，今仔日蔡英文高雄竞选成立，然后现场超过10万人，慢到的人塞都塞不进去。高雄加油，小英加油，台湾加油。啊，唔是国这尔尔，啊，这是啥？这是我脸书内底吼，我的学生吼本来拢支持迄个民进党的，啊，伊即马吼看甲讲说啊，民进党咱拢用骗的，啊，这骗的都是啥？骗的都是这啊。讲遮济讲民进党是或者网军蓝军也有啊，无唔对啊，蓝军2.3%啊，是啊，绿军97%啊。PTT 网络论坛的这个数字嘛，因清查所谓的网军，吼，而且这足客观的啦，因为 PTT 吼，那不管蓝绿执政吼，啊拢会甲修理啦，拢感觉讲做吼，这实在是专门拢来捣蛋的吼，啊不过咱即摆来看讲做吼，迄什么陈怡民的代志，其实核心的问题是啥？迄个女警无穿制服，无穿制服袂使哦，因为你若要讲做要执勤的时阵吼，一定拢爱很清楚的表达你的身份啦，这是一点啦。哦，啊，大家讲遮济，我拢袂讲遐济，我讲一句就好啊。啊，第二项就是啥？迄个叫做陈玉珍的立委吼，陈玉珍立委是上他该安排去急诊部，老实讲啦。我这个学生同一个学生啊，这个学生是啥？台大医院金山分部的这个急诊部主任，伊讲吼，对啦，就歹看啦吼。啊，不的问题是啥？台大病院吼，完全拢照伊的 SOP 来，是毋是？国民党他甲下令，是毋是？民进党下令，是毋是？什么人特别下令？毋是，拢毋是。是啦，等于这个 SOP 嘛爱检讨。按照 SOP 啊，爱检讨是真的啦。是。啊，不过这件代志发生吼，免吵。是。迄完全拢是台大医院的院务的事情。是啦，尤其这立法院就是这个边啊啦吼。对。过去这个要上道就是。咱若讲什么代志吼，我是伫台大教册啦，所以我拢讲吼制度啦。是。咱的制度爱改啊，不过啊，这个发生啊，你讲说国民党的袂去什么借机去探视，迄拢无可能的代志啦。急诊部不是 ICU 啦，不是加护中心啦，不是迄个ICU 当然是啥嘿。那个是重症啦吼，不是重症病房啦，所以讲伊根本都无时间的限制嘛，无时间的限制嘛。告诉迄个是重症病房啊，迄个是重症病房。无啦，急诊部迄边。烧烫伤筋痒伊迄个是啦，啊是讲是迄种车祸事故。咱即马讲查这拢无效啦，查这拢无效。我讲做第一项，教授人讲的
后壁用检验的咧。对，我讲的是讲说，这是急诊部主任伊对这个代志，伊就安尼判断嘛吼，啊，我会认为无唔对啊，就是台大医院啊无要上下令我就叫伊去做急诊。是啦，这个 SOP， 这是 SOP 制度上的问题啦吼，不甲这个药店立委完全无关系。无关系啦。是，但是咱都要检讨到这个制度可能大变异啦吼。不过这个因工会嘛发出这个声明，咱继续要来请教咱在两兄啦吼，就是讲安尼选举，大家拢要抢到这个舞台嘛吼，这个舞台是对还是唔对，交予这个选民去判断。但是外交部针对着立委去提告，有啥物意义存在咧？这个吼，这个国民党拿这个卡神吼，拿到变卡门吼，全台湾其实就96%拢认为讲这是笑话啦，吼，这第一点。第二，那照咱这个国民党新北市这副主委陈先生，还是讲彭教授安尼讲的，吼，这样代志个回到迄个代志的本质嘛，吼，讲发生什么代志嘛，莫去牵拖什么人，熟悉什么人嘛，是任何代志是代志人。才知影伊的动机嘛。若是安尼讲起来，照陈副主委的讲法，第一个要检讨，毋是检讨杨惠如哦，第一个要检讨是第一个9月初5的时阵，是中国一个记者，伊是用日本名，但是北京语的名叫做青山，叫做敖烟嘛。青山中国记者开始放出讲，哦，中国派巴士去关西去载用的。在台湾人，吼，过来有一个台北大学的优胜阿布拉一个学生，吼，讲伊有翕到中国巴士，吼，去载台湾的学生，台湾旅客，吼，尾啊，咱伊后壁讲倒转来，尾啊，这个优胜的学生向证实伊是谣言，过来9月初5，中国这个记者青山。伊叫日本关西机场2件，讲这是谣言，无任何一个国家的代表处的巴士入去关西机场去载任何人客，拢是关西机场的巴士载倒出来，所以安尼清楚啊嘛吼。但是9月初6开始，什么人伫台湾开始启动？国民党啊，倒几个人？陈明忠、陈仪民、江启臣，因家开记者会表象。并日本代表处，并啥？并台办办事处，吼，讲这办事无力，一直到杨惠如什么时阵才出现？那照起诉北检起诉，伊到9月12号，才 IDCC 才出现。是，若要追究起来，吼，什么人要承负责任？那安尼讲起来就是，陈明忠、陈仪民、江启臣，国民党拢参杨惠如拢是共犯啦，那毋是安尼想。咱唔去想这个问题，因为代志就是安尼发生嘛。所以9月14，这个苏处长发生不幸，是不幸完了后，这个代志过1年啊，过1年过，司法就继续进行，有违法的部分，咱是民主国家，咱唔是中国共产党啊，咱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咱有法律的呢，咱有法律的，唔是无法律的，想要安怎就是要安怎，想要去弄就去弄。无迄种代志，所以杨惠如莫去牵拖伊参什么人关系，讲什么伊是民进党的网军头，简单讲，伊熟悉韩国瑜的大号网军头，潘兴旭，搁较早21年熟悉21年，简单讲就是1998年因就熟悉啊，1998年谢中定才去高雄选市长呢，因那熟悉杨惠如，杨惠如是2008年迄个时阵总统选举的时阵来总部斗3工，因为杨惠如讲实在，伊就是咱台湾第一代的网红啦，网红啦，伊就是第一代嘛。所以所有的人感觉讲这是新媒体一个新的少年家，互伊机会，这每一个人拢共款，就敢若潘兴旭共款，敢若柯文哲内底会像戴季全、黄建新、邱义凯拢共款嘛，所以大家拢共款，但是无共款的所在就。伊若违法，法律来制裁嘛，莫牵拖嘛，莫牵拖讲伊熟悉啥，若讲熟悉，伊熟悉潘仁旭上久啊，伊是毋是派潘仁旭派伫民进党内底了白啊？民进党嘛当安尼讲啊，但是民进党无安尼讲，民进党也无去否认讲杨惠如是民进党党员，
台北市党部，伊的违法行为，党有党的法律，但是党的法律袂当管过国家的法律，所以国家的法律即马还阁是咧起诉阶段，这是这个部分。过来，咱来讲伊这个行为，这个立委这个行为，咱会当回想4年前，啊，毋是4年前，8年前，2008年总统选举的时阵，国民党毋是死的，啊去弄去食中庭总部，迄阵叫做全台湾个叫做四公四杀，哦，啥物都死的，费永泰，哦，罗明才，啊，迄个，后袂记啊，吼，反正个都死的就对啊。这个时阵共款嘛，你这个代志起步嘛，你咧攻击外交部，嘛你咧攻击日本代表处，嘛是你攻击台办办事处，一个开始拢是国民党党团，结果你无检讨，啊你反倒转来压，你反压这个代志，你压，你是压，我跟你讲，我无咧什么讲选举。我即摆甲你讲，无你甲讲嘛，无你甲讲嘛，你伫咧9月初5，你伫咧9月初5时，你咧9月初5时，国民党有开记者会无？有无？啊，为着我监督政府嘛，你加讲的嘛，对无？有无嘛？你有开记者会无？民进党政府你执政呢，啊，我们质疑嘛，你也拜托的。会使质疑，但是你莫牵拖，我哪有牵拖？我就事论事呢。你即摆牵拖，时间安尼排落来了，咱就看足清楚的嘛。对无？啊，国安局调查局拢你执政，你不要去查吗？啊，你袂晓讲吗？其实这个监察委吼嘛，针对这件代志。监察委员讲，这个就是台办办事处无任何行政疏失。是，这个监察院已经。监察院啥意思？监察院是监察院是12月15日。北京起诉的这个部分吼，应该是侮辱公序这个罪啦吼。啊，侮辱公序这个罪到底是安怎判？咱后回再看吼。若要硬拗台湾话，台湾话若要硬拗吼，要讲甲歪，讲甲直拢会使。像这执政嘛，国民党执政，国民党政府执政嘛，负责嘛。民进党执政，但是你即马咧硬是讲，哇，这是因为这个帮，这个帮社会大众讲个清楚吗？处长是因为这个帮落去害死苏处长，有讲个清楚，你即摆是讲这哦，你即摆是讲这哦，啊你就无讲个清楚嘛。我即摆甲你讲，你即摆是咧讲这哦，讲这民进党执政，你若感觉这是中国问题，你应该去处理，敢无来处理的？我请教你嘛，当初是国民党党团引用的资料是引用什么新闻？阮是立法，阮是在野党，我免当提出质疑嘛，拜托的。但是我请教你嘛，啊你民进党执政，你就要针对这个问题嘛，你也等下是中国回到问题本身啦吼。你当初是国民党党团开的记者会，用什么资料嘛？咱先回到问题这个本身啦吼，咱继续来看讲选举这剩1个月日啦吼，这拿军这边头拄咱讲的这个韩国瑜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哦，朱立伦早起是带20几个这个国民党的议员做伙伫咧网络顶头专门伫咧这个大相片这个 IG 哦，想要抢这个少年票，咱先做伙来看。结合国民党中生代甲新生代20外个议员做伙排除敌后的动作，宣布国民党新生代战斗团成军，要伫咧选战倒达1个月时间返乡。朱立伦接韩国瑜全国联合竞选总部的主委，请白小子开直播甲 IG 的敌后，表现出青春的活力，替韩国瑜要优化甲少年人的部分。要更努力啊，让我们的青年的世代能够参与整个选战，以及青年世代能够跟我们连结在一起，我们也要跟青年世代连结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在最后1个月要全力以赴的。唔那开直播，佮使用 IG 的敌后，要抢少年人的选票，任何宣传的工具拢袂当漏交。另外一边，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周善政今仔日甲前总统马英九伫咧台南替候选人徛台，针对驻日代表谢中电伫人民协会抢攻周善政传谣言，强调讲外交部无命令伊爱倒来台湾避顺。周善政是回应讲，且甲重点转去总统蔡英文遐。不要再理他了，我们聚焦到蔡英文跟网军的关系，就这句话。蔡英文跟网军到底什么关系？大家来注意。重点是蔡英文，重点不是谢长廷。因为如网军的案件继续伫拖，那咧两党继续伫咧媒体面顶互相呛声，嘛变做选举操作的议题。伫咧选战倒达1个月时间，所有会议都会去互放大来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讲到这件案件哦，真正是得分失分，真正会这个。咱讲哦，影响到了吼，尤其咱讲这个部分立委真正是选情较歹啊吗？才爱安尼出步啊吗？其实阮一直以来哦，阮内部的资料哦，阮的选情一定是真稳定啦。嘛无讲好，嘛无讲歹啦。要毋过就是讲哦，足侪议题，
阮会针对这个议题来做一寡讨论。是。那嘛针对咱即马执政党的部分，咱的民进党政府需要改进的部分，阮嘛会提出阮的应该有的质疑啦。是。所以我咧讲伫位咱立法委员的选举的部分当然，阮即马要继续努力，继续拍拼。因为呢，阮要想办法，互更较侪民众了解中国国民党的政策，还是讲中国国民党要为咱遮的基层的，不管是农民也好、劳工也好，咱所有基层的民众了解阮国民党的所有的政策。是。嘛是阮即马韩国瑜总统候选人，伊即马从重要，伊要做的，嘛希望讲照着阮遮的少年人入去地方斗宣传。我点讲，其实一寡足基层的人有像我伫我的选区内底，人甲我讲即摆民进党真做了无好，伊嘛是希望互韩国有一个机会。所以讲，面对即摆即个选情的部分阮当然嘛一直伫调整阮的即个脚步啦希望讲最后明年1月11号会当互咱的台湾的民众、中华民国咱遮人民知影讲咱中国国民党确实一个稳健的一个政党，阮提出的政策各方面是会当得到咱民众的支持的所以讲这是阮即摆较重点的部分啦。至于讲选举的部分选情的部分，阮嘛是继续来努力来拍。是，咱头拄嘛有讲到，真正袂使讲个减分啊，但是咱看到。自这个12月初9啦，咱看到这个选举这个部分啊，12月初9、12月10号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咱看到这个韩办公室开记者会，这个批评绿营是抹乌抹红，搁较抹黄搁这个汤北摕这个和声这个相片拢走出来12月初10，各方表出讲，这个制度的人是这个挺韩的这个退役这个军人或者先生伊讲这是拍。这个预防针咱搁看到12月初9咧，是国民党台南市这个东部这个面册嘛去互发现讲这个合成着这个部分是啥物咧？就是讲这个支持者本早投3号改投2号，当阵配图都是这个总统蔡英文甲这个赖清德这个 Q 版的这个图啦选票爱写头顶再来写名都是12月10号韩办开记者会伊讲表示讲网络顶流传片面开票做票这个韩家军应该伫咧票头顶写韩国瑜的这个名啦这个韩办质疑是影响选举，要求警察来调查这是侪网络顶的这个部分，咱继续来请伟山啦咱看到这的这个部分，咱要安去应用咧。是，其实国民党伊就是有足侪这谎言啦，就是讲足侪白菜咧。其实这网络上这假新闻上大的来源就是咱的国民党。你会使看一下，这拄仔就嘛有讲嘛，昨就是咱的总统就咧抽这号码嘛，咱蔡英文甲赖清德是抽到3号，韩国瑜是抽到2号，结果咧这国民党的台南市的东部就是做一个假的图案，伊的意思202比这个嘿，伊的意思就是讲，这蔡英文甲赖清德伊的手头。比的就是2020，这2号伊的意思就是讲，伊就造谣讲这蔡英文甲赖清德嘛是挺2号啦，伊嘛是支持韩国瑜，所以爱拜托大家爱投互2号。所以讲这国民党就是足无聊的，就是讲啥物代志拢会使黑白安尼讲，乌龙蛇道甲人骗。嘛不只是这图案就咧造假，之前嘛常常听到就是讲，亲像曾明忠之前就咧讲这。从国外的这个台商回来的这些投资案7000亿都是假的，是无任何的钱来投入安尼。其实讲这地方政府包括这地方的政府，包括这新北市这侯友宜也是讲是。在台中的卢秀燕因拢有讲过，是确实是有投资入来，阁有几千亿，所以这就是一种说谎嘛，说谎不打草稿，嘛是有，就是讲韩国瑜今年嘛是讲这有国家机器在跟踪他，讲有一寡摄影机是啥伫咧监督伊讲伊去了倒位，其实讲这国民党是真正是都没有好好的在打选举啦，拢用一寡这。奇怪的这些语言来模糊这些焦点，我感觉讲这确实是无好啦，这就是反过来的
反倒转来吼，咧讲就是讲，其实这咧讨论就是讲哦，网络这个头顶这个谣言到底会影响着选举，咱继续先来请咱的阿杰啦吼。来，其实哦，拄啊，咱伟山你讲的这部分哦，其实恁就知影讲，国民党一向以来吼，同六就是网络啦，媒体有压力啦，网络有压力啦。哦，啊，你讲像拄啊这个图，到底是哭诉还是造假？哦，我你讲哦，其实每一项有每一项的支持者，啊，伊当然希望讲，就安尼这个图片哦，啊，来增加咱家己支持者的这个部分。因为我都一定再次强调。国民党伫网络这块就足书面，拄啊，咱彭老师都讲，你看你 PTT 顶互阮才3%无够，哦，啊，小英有90几%，啊，你讲迄拢阮做的，其实这真正是无影无假，啊，到底是哭诉还是造假，咱来甲从何清楚。网络头顶这个数字其实毋那是 PTT 啦吼，但是咱其他部分，其他嘿，我真正来讲，伫网络的部分，国民党若一直做了遮好吼。2014年到2016年，阮袂输甲遮惨啦。但是这个，就是讲这个网络的部分，一直以来都是拢民进党较占大多数。我莫讲拢民进党，伊较占大多数。我顶下伫咱的节目嘛讲啊嘛，我的学生啊，拢嘛伫网络顶管，拢嘛甲我讲，老师，我著民进党，我著时代力量。但是呢，伊拢伫舞这个网络的部分啊。哎呀，啊国民党我一问，上过一问，根本就无3只鸟啊，都无几个。所以讲网络拢阮伫做假哦，实在是。真无公道啦！哦，我伫遐必须要做一个这个澄清啦。啊，拄啊，在卫生嘛，你讲迄个7000亿的部分，当曾明忠是你问讲，来钱有回倒转来无？是钱有回倒转来无？伊讲无，一块都无。啊，新北市政府侯友宜去讲啥？有侯友宜，我有甲问过，即马到呾新北市政府有投资的1099亿，也毋过这毋是拢是大商。有外资，有其他的，有咱本土的这个企业伫改，毋是像安尼以偏概全的部分，拢讲啊，这就是地方政府讲啊，拢安尼啊，就7000亿是有的。这吼，这部拢有把所有的这名单拢有写出来，啊，互大家看。对啦，迄我拢有去找过，毋是干那大商尔，有的外资啦。啊，人是讲钱有摕倒转来无？啊，来，恁嘛是恁的经济部的处长讲无，目前一块都无，目前。毋是讲恁拢无做，是目前恁还未做无够。要毋过你感觉讲，有7000亿来投资咱台湾哦，咱台湾未来经济真好哦。啊，像咱讲，咱即马是台湾哦，咱台湾即马是亚洲4小龙之首，无要紧，数字是安尼有可能啦。要毋过民众的感受都毋是4小龙之首嘛，咱讲的是咱民众的感受嘛，毋是家己啊。家己自我催眠安尼，哦，阮真好，阮真好，啊，到底有好无好？民众同简单嘛，所以最后就是阮咧讲的嘛，无要紧，明年1月11号，互民众来决定嘛，哦，好也无好，还无好，我是想大家拢知影，林好真，看好明，安尼就好啊。是，所以咱带大家先来看讲上新这个民调啦吼，咱看到这个因为进前韩国瑜发出了这个唯一支持蔡英文来带领这个民调啦吼，来影响到民调。咱先看到这个苹果民调上新这个部分，咱看到蔡英文甲赖清德是50.8%啦吼，甲顶会啦吼，相差无济。但是咧，这个韩国瑜甲张善政哦是这个15.2%啦吼，这个部分就差搁较济啊。这个部分咱。等下嘛会当讨论，就是讲进前咱讲这1/3的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这个投票人数吼，若是这个票数甲这个当选的人吼差1/3，这个选举的这个补助款是领袂到的。啊，咱看到宋楚瑜甲这个医生这个部分哦是6.5啦吼，但是为着这个失真的这个问题哦，咱等下继续来看讲民调加上2个问题来去看讲这个倒办韩粉的吼，这个韩国瑜的这个支持者因用着什么问题？咱看到第一个问题啦吼，咱看到伊做的时候讲。对韩国瑜爱支持接到民调电话时，回答到唯一支持蔡英文的这个看法，咱看到42.4%哦，是讲哦，这是一种政治的这个骗术。20.3%这个部分呢是讲这个是真高明的这个选举策略啦吼，啊37.3%是无明确做回答。不过第二个部分，咱看到讲哦，第二个问题来讲，目前媒体公布的民调结果和实际这投票结果，深受真大这个争差咧。有58.1的这个趴数的人吼，认为着民调和选举结果差无介济哦，真接近啦吼。
来看到24.8%认为着民调和选举结果差真大，17.1%的人吼无明确这个回答。啊，毋过看到这个因佫有讲着吼，因蔡英文甲赖清德这个部分哦，支持者占16.5%啦吼。伫第一条题目哦，回答较高明的这个选举策略。啊，第二题咯，佫回答着民调和选举结果差真济，来比对了后啦吼，按算讲推算讲哦，这个英德配50.8%这支持者中有可能哦，这3%是这个韩粉倒班的吼，韩国族这个支持者倒班的。咱继续过来看到这个 TVBS 上新的民调，咱看到这个部分啦吼。蔡英文甲赖清德嘛是共款超过50%这个支持率啦吼，啊，这个韩国瑜这个国政配哦是29%，宋怡配是7%啦吼。其实这个政策哦拢是压较悬啊，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教授啦吼。这个民调为着安尼这个效应，要去测这个韩粉倒班吼，咱讲华语叫做反串吼，啊，台语叫做倒班，安尼抓出来有3%，这个民调到底有准啊无准的？伫一个月以前吼，是咱所有的民调吼，拢是安尼一直改进。基本上甲去年的民调吼，拢足准的吼。尤其去年台湾新生力论坛办的民调吼，甲事后投票结果一个算起来吼，几乎拢对就对啦吼。啊，不过今年吼足特别的，今年差不多2个月前、1个月前吼，拄开始了，我就发觉讲，奇怪哦。因为咱历史上来看吼，国民党甲民进党的基本支持者吼，拢是差不多4成中呢是不表态吼，或者是独立选民啦吼，大约拢是4成啦。所以伊他看做蔡英文的民调吼，基本上拢甲大差不多4成甲5成，袂起哩啊。好，因为无可能搁别个人起来支持伊。啊，不过你看做韩国瑜吼。韩国瑜，你讲做伊是包那个什么草包啦，啥，啊个美加呢吼，一无是处啦吼。结果呢，伫差不多1个月前开始，就安尼民调一直落，那甲输蔡英文差不多15%、20%，甲20%的时候，我讲做哇，这哪有可能？这完全都是做的，啊，这是一个新闻媒体做的。啊，即马更加离谱的是讲，那我出来讲蔡英文赢韩国瑜30%。所以咱来知影讲做啥？民调伫用做的，拢用安尼做的，捏出来。哦，捏出来了吼，这是叫做因。啊果是啥？果是韩国瑜看讲说，哇，这拢用做的咧，啊干脆啦，啊唯一支持蔡英文。啊，咱即马看这个结果，你拄啊，主持人有讲迄2项吼，一个韩国瑜剩15%，迄老实讲，迄是无啥可能的代志啦吼。啊 TVBS 呢，国政配吼，抑佫有29啦吼。29%吼，这基本上是足现实的、足实在的。广告日报吼，这个比对了后啦，调整了本早是50.8啦吼，蔡英文甲赖清德调整了是47.8啦吼，啊，这国政配本早是这个15.2啊，调整了后是18.2。咱继续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去年这个9合1选举哦，有投票权人数的，安尼算起来是差不多1920万啦吼，啊，这个3%大约是这个伊算起来，这3%是。倒办韩粉的这个韩国瑜的这个支持者是58万人啦吼，啊，伊讲这个唯一支持蔡英文，就是讲啊，你电话卡起来可能是有58万人来支持伊啦吼。咱继续来看讲这个民调到底有准还是无准吼，咱继续来看。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阶段，那里两党用尽全力要来拼选战。在月29，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出奇招，伊爱支持者接到民调的电话，回答唯一支持蔡英文，定义提早看牌。那我们把民调断掉，盖牌，通通支持蔡英文。那这样下去以后，民调就失去准确了。那大家就回到造势，我们看民心。韩国瑜的选战方式是毋是反映伫民调？根据《苹果日报》的调查，伫在月29进前，蔡英文的支持度是42.2%，但是伫韩国瑜宣布唯一支持蔡英文了后，蔡英文上新民调提升到50.8%，韩国瑜是对22.7%落到只剩15.2%，两个人的差距又大到35%。另外，联合报民调，蔡英文对原本的42%提升到48%。韩国瑜是对原本的30%落到只剩20%，差距将近30%。这些民调
我们都会参考嘛。不过双方的差距是有的。呼吁支持者继续支持对手的这种做法，实在真罕见。韩国瑜的支持者会安尼做的比例有偌悬，会当影响偌济选情，嘛互这场选举增加未少话题。记者综合报道。是哦，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财经兄啦吼，就是讲这个韩国瑜拄则讲到靠造势啦吼，这个民调已经无准啊，已经看败啊。靠造势来赢民心啊！蔡总统伊是讲哦，这个民调因为做参考，这个距离也是有的啦吼。安怎来甲回应咧？咱先安尼看啦吼，咱假设讲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吼啊，所以理性嘛，就会照伊的上大的利益去思考嘛。但是因为理性，所以有一个一定的路径去考量嘛。潘教授，伊有一个台湾竞争论坛，一定咧发布的，伊这方面的专家啦吼。但是潘教授拄啊安尼讲吼，以后你要教学生的时阵吼，学生会甲你问足侪问题啦，吼，因为安怎讲呢？这个代志看败，那会看败就要跋筊讲，吼，甲民调当作跋筊，这伊的习惯啦。你讲这个韩国瑜这个人，毋是讲伊草包啦，你讲咱毋捌看过总统候选人是这款样的啦，所以大家感觉奇怪，吼，所以无咧看败，所以伊即句话当时讲的，伊即句是12月初六讲的，吼。过顿工去苗栗，伫咧陈桥明总部成立的时阵，这个话讲啊，唯一支持蔡英文，唯一支持蔡英文，安尼继续要扰乱民调。结果，包括我相信若理性来讲啦，包括潘教授啦，足侪民调专家拢讲啊，这毋是戆，就是假熬。因为民调安怎来？民调就是根据数学大数原则，就讲什么叫做大数原则？咱咧假设讲，迄个一粒迄个颗粒啊。有伊的六个面，1、2、3、4、5、6，啊6除以6，伊的平均值就叫3.5。啊，你3.5无可能拢会对吧？但是你愈拔到愈济，会接近迄个数值啦。是。迄就是民调。啊，你看，伊伫咧12月初到伫咧民调吼。不然唔是，唔是第一我知啦，我即摆是讲民调基础，民调基础是大数法则，唔是，系啊，民调是要做统计法则，是啦，啊统计法则，大数法则，大数，因为所有的民调吼，来我一定爱讲下，咱的民调吼，伫统计上吼，就是差不多拢用1000人的有效样本啦。我问你啦，啊，你若用20万吼，用100万吼，迄才有做大数法则啦。潘教授，我问你啦。同款的逻辑，吼，逻辑无同，我听我讲嘛，我即摆要甲你问嘛。韩国瑜过顿工讲一个叫做剑桥分析，吼，讲民进党用剑桥分析去收足这样的数字，吼，讲迄什么叫剑桥分析？就是发生伫英国有一间公司叫做剑桥分析，去偷摕 FB 有5000万笔的大数字，啊来影响足这代志。同款啊，那这个逻辑哪会通？伊免啊扰乱，伊伫赵少康的节目讲，影响5%至6%，那照迄个彭哥做的是超影响3%，啊，那这个以这个观点倒来看，咱来看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出来民调是伊有53%来拍0，伊的民间的支持度就是19.几%，同款嘛。同款的方式看，就是即马台湾人咧看韩国瑜，就是有50几%人甲伊拍0嘛。啊，你讲迄个彭哥，无可能到15%。我讲11月16联合报做的哦，11月16是229，就是潘教授讲的。这民进党国民党基本盘，但是到12月初7，伊剩偌济？韩国瑜剩2站啦。蔡英文偌济？蔡英文偌济？蔡英文48，差2%。啊，咱来看 TVBS 做2吼，啊，咱来看咱来看彭哥是逐礼拜做哦，咱看逐礼拜做，吼，伊11月初4，现在11月初4，11月初43组候选人拢出来啊，所以伊有较准。3组迄个时阵，伊11月初4到11月25这中间。蔡英文就敢若潘教授讲的，拢差不多40到42中间，吼，40中间。啊，迄个韩国瑜这25到22这种来去，吼，这中间，吼。但是什么时阵开改变？啊，迄个宋楚瑜这组就无啥变动无大，吼，
哎，就拢无大啦吼。到12月初2，蔡英文变51%，韩国瑜变19%，吼，宋楚瑜无变。到12月初9。50.8，共款是51%，意思共款，所以到伊个变15%，咱爱去看，都敢若主持人顶一讲的，是安那国民党的立委，这立委选举的，不管政党票，伫个过去是赢过民进党的，即马倒后输民进党10%，吼，伫个区域73区的区域，因除了原住民6区长期较稳定以外，73区的区域立委完全拢改变。国民党无去检讨什么原因嘛？第一个，我安尼简单讲啦，即马拄啊讲咧用什么图吼，伫遐咧抄袭啊，搁有什么伫咧混淆选民。我简单讲啦，甲含沙韩国瑜嘛要学吼。倒英台主委上任了，穿迄领绿色的飞行外衣偌久啊？吼，爱即马用，即马用一个，搁用一个 H。我咧讲，我婚姻人。阮爸敲电话讲，吼，什么 H？ 迄叫做好难啦，迄叫做好笑啦。H 啊，好难啦，好笑。原因就是出伫遮啦。原因就出伫遮。第二，不分区的第2名，吼，第2名用叶玉兰。你若感觉讲，你看你安怎对迄个报警嘛？不管伊有穿衫无穿衫，伊若无表示出伊的身份，这。警政署爱检讨，但是伊表明身份啊，你搁安尼甲伊杀来拍无啊？啊，叶玉兰有讲啥话无？伊安那讲香港警察，我支持香港警察。香港警察伫个今年6月初9到即摆半年，发射15000粒催泪弹，这种警察伊支持。好，啊，过来第4名吴思怀，吴思怀，歹势哦，毋是吴思瑶哦，阮的吴思瑶。民进党吴思瑶未去听习近平伫遐听讯哦，你提名这台湾人惊死啊！是，咱搁讲来这个。是啊，我一句话。第3，着国际政治上每一个国家追求伊的国家利益，吼，无论是什么中国还是什么，吼，有人要搭便车，有人要向的，拢有，大家拢去想国家利益，吼。即摆国民党认为讲台湾的国家利益爱挖伫中国共产党，但是民进党。感觉台湾的国家利益爱挖伫美国，差别伫遮嘛。莫讲什么人好还是歹，吼，什么人要放弃什么？中国共产党伫个国际上的信用，伊的民主制度，哦，伊的社会制度，伊的政治制度，对比美国，我相信所有台湾人，你要选互中国共产党统治，还是要参美国做伙，继续去维持台湾的民主政治，这是2020上重要的。会选举嘛是国民党，你即摆去沙无啊，戇神，暗笑，你就是因为你放弃台湾的民主政治嘛，你要甲中国共产党诱入来嘛。是，最后咱要请大家吼，简单啦吼，总结一下吼。其实咱今日讨论就是讲这个民调这个部分啊，咱看到这个差距，到这个愈差愈大，会影响到立委这选择嘛。咱头拄这个阿吉拉兄嘛有讲到啦吼，其实嘛是小可影响，但是即马立委要选的是啥物？即摆阮立法委员要选，就是讲哦，足侪法案哦，尤其是咱拄啊过去你讲的，我拄啊讲的嘛。不管咱的农民版的劳工的部分，咱的一例一休，咱过去咱对遮个军公教遮个不平等的、遮无平等的遮个法律哦，该互人应该爱有的哦，毋是咱过去咱哦考试啊啥，咱即个客约的问题啊，你共改掉就改掉哦，爱互人公平。爱互即个应该爱有的即个公平甲正义吼，所以我是看阮即届阮所有的立法委员吼，对于咱即个民进党政府这3年外来所推的遮个法案做一寡代志足侪民众看袂落去的当然就支持阮的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吼，所以讲阮就一直伫遮。不管是咱的基层，不管是咱的即个一般人，还是咱即个读册人，啥，阮拢要想办法来支持。希望着多数的人支持中国国民党的政策，阮所提出的每一个候选人所提出的这个政见，会当得到咱大多数的人的支持。是，所以咱搁继续问着话山啦吼，就是讲卡信这件代志，小到即阵啦吼，民进党回应嘛是讲交这个司法来行啦吼，面对着即阵吼，要安怎拍这个选战继续落去咧？
啊嘛是爱继续来守护着咱台湾啦，因为这就是一个民主保卫战啊。就是说，这个伫咧咱国会啊，每一个国民党的这立委拢有可能是吴思怀。因为咱有看到，这伫咧咱国会啊，每一遍咱咧表决这相关的这法案，甲民主啊，甲这对抗这中国相关的这法案，这国民党拢会去霸占主席台啊，拢会去阻挡这立法啊，所以咱就爱思考讲，爱互啥物人，就入去咱国会做咱的立法委员。是，所以这是一个民主保卫战啊，就一定爱选到咱民主进步党。选举就剩上尾这1个月吼，大家。定赢啊，我们来甲咱拿力赢吼，其他这个政党、小党拢爱继续来拍拼啊！今日是非常感谢秀来宾来遮做伙讨论啦吼，真正是这个选举剩这个31天啦吼，明年这个2020年这个立委的投票，这个总统投票，就伫正月11号啊！咱今日非常感谢秀伟，感谢。